好啦，講講中年好聲音3入咗14強啦。先同大家解釋下，點解咁耐冇同大家八卦呢個節目。其實一路都有追緊㗎，但追下追下，前排開始覺得呢個節目跌咗入一個悶局，睇到悶都冇興趣講啦。點解會咁悶？好簡單，近來每集尾播之前，基本上已經估到邊個參賽者會被淘汰，甚至最後10強係邊幾位都心裏有數。你話仲睇咩？至於評審嘅表現嘛，感覺俾道德觀念綁住咗，啲評語敷衍到出晒面。咁講個故事俾大家聽啦，呢個故事叫《皇帝的新衣》。好耐以前有個國王好中意靚靚衫，有2個江湖騙子走嚟，吹到話可以織出一種布，只要愚蠢或者唔稱職嘅人先睇唔到。結果國王俾佢哋呃咗。2個騙子喺胸肌上裝模作樣，啲大臣去睇，明明咩都冇，但又唔敢講。大臣們見自己什麼也看不到而害怕起來，紛紛向國王欺騙說自己看到了極其美妙的布料。最後連國王自己都着住透明衣出巡，被一個細路仔爆咗出嚟，皇帝係冇着衫。呢個故事俾我諗起中年好聲音3啲評審。當然佢哋唔係怕被人話自己蠢，而係驚被人貼標籤做冷血、無同情心嘅人。啲評語淨係識得講好感動、好溫暖，完全冇分析，令評分標準偏咗，分數又係求大同，唔敢俾低分。一班人求自保，齊齊跟風，18分跟18分，19分跟19分，將啲分數越推越高，分數俾到觀眾都覺得假。呢啲大眾自保嘅心態，反而搞到節目好悶。不過啱啱播出嗰集，有中一生助力，雖然有啲助力成功，有啲表現差強人意，但起碼為個節目增添咗討論話題，令個悶局稍為打破咗。希望接住落嚟繼續有啲驚喜啦。